日个早起，咱会使用敬拜、用诗歌来到主事，阮会好做一件，这是好定幸福的代志。这时，我想要邀请你站起来，旁边的5个人来请安，对伊来讲平安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请咱对边的人来做伙，跟你的笑容平安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平安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平安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。请咱由外台卡起来，来做伙起立，来敬拜咱的主，听互咱自己做一伙，请咱用咱的手来敬拜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主，我的尊崇你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伫即个礼拜，咱每一个人拢有看到一个互咱心情沉重的消息。伫台风台的第一天，复兴航空发生空难。这个悲伤的消息，互咱搁一遍深深来了解。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拢是软弱的，是咱软弱的人，永远拢无法度靠家己的力量来人定胜天。世界有侪咱无法度来掌管控制的代志，咱的生命中也有侪咱永远拢无法度来主宰的事。就亲像诗歌顶悬讲，咱每一个人每一天，拢有可能有拄着艰难的事，有侪的事咱无法度来做，有侪的事咱无法度来了解，所以咱只有献上咱的祈祷。祈祷的时，咱会使来就近伫天父的面前。祈祷的时，咱会使将咱心所爱的交代予主。祈祷的时，咱会使得到平安。祈祷的时，魔鬼会甲咱相离。伫这首诗歌的中间，咱会使用咱的内心来为着需要的人来祈祷。咱会使伫诗歌的中间，求主的安慰、医治来临在。伫这首诗歌的中间，求主的平安、甲希望、甲所有需要伊的人来相甲伫咧。这是我要邀请你来唱一首真水的诗歌，祈祷的时的时间。